大家仲記唔記得喺30年前，即係大約90年代嗰陣，我哋香港人係點樣睇深圳，點樣睇北上嘅呢？嗰陣時，我哋係袋住幾千蚊港紙上去，就覺得自己好似大爺咁，由羅湖口岸行過去，成條街都係求你消費嘅目光。但係估唔到，風水真係輪流轉，轉得仲要咁犀利，咁令人猝不及防。去到2026年嘅今日，情況竟然完全倒轉晒。以前係人哋落嚟掃貨，而家係我哋香港人每逢週末好似逃難淡樣，130萬人次湧上深圳、廣州，甚至有啲人直頭喺嗰邊定居。香港呢個曾經嘅東方之珠、揾錢天堂，點解會俾人形容做揾錢地獄？呢個背後嘅真相，今日我同大家一次過踢爆佢。你試諗下，如果你而家係一個20幾歲嘅年輕人，或者係一個40零歲、上有高堂下有妻兒嘅中年阿叔，你每日擘大眼，最先諗到嘅係咩？唔係夢想，係錢。喺香港，生活成本已經去到一個接近瘋狂嘅地步。以前我哋話揾錢艱難，食飯簡單，而家係揾錢又難，食飯仲難。你去普通茶餐廳食個午餐，加埋杯凍飲，隨時要成70-80蚊。如果你想食好少少，過100蚊係基本消費。但係你轉頭睇下深圳，同樣嘅價錢，你可能已經可以食到餐好精緻嘅潮汕牛肉火鍋，或者係2-3個人去食個酸菜魚都仲有找。呢種強烈嘅對比，令到好多香港人心入面嗰把尺開始失衡。點解我哋喺香港辛辛苦苦做足30日，每個月份糧扣埋強積金，扣埋租金，扣埋交通費，最後剩低嘅竟然唔夠我去2次旅行？有人話香港而家已經變咗一個生存模式，而唔係生活模式。你每日喺地鐵同人逼，喺條街度同人撞，你覺得自己好似一粒齒輪喺一架已經生晒鏽嘅大機器入面死命咁轉，但係架車竟然係原地踏步，甚至係倒退緊。我哋講返呢個130萬人北上嘅數據，呢個數字唔係亂吹出嚟嘅，而係真真實實反映喺入境處嘅過關記錄入面。每逢長假期，甚至係普通嘅星期六日，羅湖、落馬洲、深圳灣、香園圍，每一個口岸都係人山人海。你會見到好多人拉住個夾，唔係去長途旅行，而係去深圳嘅超級市場掃貨。點解？因為同樣嘅產品喺香港買可能要100蚊，喺嗰邊可能只要60蚊，甚至更平。以前我哋笑人哋落嚟買奶粉，而家我哋上去搬衛生紙、搬洗衣液、搬零食，係咪好諷刺？呢種消費移位嘅背後，其實係香港零售業同飲食業嘅集體崩潰。如果你最近有去過旺角、尖沙咀或者係銅鑼灣呢啲以前最旺嘅地方，你會發現好多鋪頭都掛住租約期滿、結業清貨嘅招牌，甚至連一啲開咗幾十年嘅老字號都頂唔順嗰份貴到離譜嘅租金而選擇光榮結業。以前我哋覺得鋪王係身價嘅象徵，而家鋪王變成咗業主嘅噩夢，因為根本無人敢接手。你開間餐廳，未計人工材料，每個月一開門就要先輸咗10幾20萬租金俾地主，你話呢個生意點做？而最令香港人心寒嘅係，我哋嘅收入增長完全跟唔上物價同租金嘅升幅。喺30年前，一個大學畢業生可能搵1萬蚊，嗰陣時一碗雲吞麵可能係10零蚊，買層樓可能係100幾十萬。30年後嘅今日，一個大學畢業生可能搵18000蚊，但係一碗雲吞麵已經變咗40幾50蚊，買層樓唔好玩啦，求其一間納米樓都要400-500萬。呢種絕望感係導致嗰130萬人選擇逃北嘅根本原因。佢哋唔係唔愛香港，而係香港呢個地獄模式實在太難玩。喺深圳，你可以用3-4千蚊租到一間好大、好靚，甚至有會所設施嘅公寓。喺香港，3-4千蚊你可能只能夠租到一間連身都轉唔到嘅劏房，仲要同人共用廁所。當生活嘅尊嚴被壓縮到極致嘅時候，人就會開始用腳投票。所以你見到好多退休人士，甚至係一啲仲做緊嘢嘅年輕家庭，
開始考慮大灣區生活圈。佢哋朝早喺深圳搭高鐵返香港返工，夜晚再返深圳住。雖然交通時間長咗，但係佢哋嘅生活品質竟然提升咗。大家或者會問，香港點解會搞成咁？係咪真係風水輪流轉？其實呢個係一個深層次嘅經濟結構問題。香港以前靠嘅係地產同金融，呢兩個轉盤轉咗好多年，幫香港賺咗好大筆錢。但係當呢個模式行到去極端，所有嘅利潤都被地租吸走嘅時候，成個社會嘅創造力就會消失。以前我哋香港人最自豪嘅係獅子山精神，係勤力，係靈活。但係而家，就算你幾勤力，如果你無層樓喺手，你可能一世都係幫個地產商打工。而且我哋要面對一個現實，就係內地嘅城市化進程同服務水平喺呢20年間真係突飛猛進。以前我哋上去係扶貧，而家我哋上去係享受服務。內地嘅電子支付、物流外賣、服務態度，有好多地方真係做到極致。反觀香港，好多餐廳仲係用緊嗰種你食就食，唔食就罷嘅態度，甚至要你喺入面食得快啲，好等佢哋可以做下一輪生意。當消費者有得選擇嘅時候，佢哋點解仲要留喺度受欺？呢種逃難式嘅北上，其實係一種無聲嘅抗議。香港人好現實，邊度可以令我生活得好啲，邊度可以令我嘅錢使多幾次，我就去邊度。呢個就係市場規律。如果香港唔能夠喺短時間內解決高地價、高物價嘅問題，如果我哋嘅服務業唔能夠重新揾返以前嗰種熱情同競爭力，呢種北上嘅趨勢只會越演越烈。我身邊有一個朋友，佢今年35歲，喺香港做專業人士，月薪都有5、6萬。但係佢同我講，佢覺得好累。佢每個月要供層樓，要養車，要俾家用，仲要預備細路仔嘅教育基金。最後佢自己每個月剩低可以自由支配嘅錢，竟然唔夠5000蚊。佢話：我覺得自己好似喺地獄度受苦咁，每日做足10幾個鐘，但我到底為咗啲咩？後來佢開始每個禮拜6日帶住全家人去深圳度假。佢話嗰2日先係佢真正做返人嘅時間。呢個故仔唔係個別例子，而係好多香港人嘅真實寫照。有人話香港而家係國際金融中心為止，雖然呢句說話好刻薄，但係佢反映咗一種焦慮。當我哋失去咗以前嗰種絕對嘅優勢，當周圍嘅城市都趕上嚟嘅時候，我哋仲剩返啲乜？如果我哋仲係沉醉喺以前亞洲4小龍嘅光輝入面，唔肯面對現實，咁風水就真係會一直轉落去，唔會再轉返嚟。講到尾，呢個130萬人北上嘅真相，其實係一個城市轉型期嘅陣痛。香港正喺度經歷一個重新定位嘅過程。我哋要思考嘅係點樣喺呢個地獄模式入面揾到一條生路，係繼續喺度捱貴租、食貴飯，定係主動擁抱改變，去尋找一個更加大嘅生存空間？無論你係選擇留喺度堅持，定係選擇做嗰130萬分之一，最重要嘅係你要睇清楚個形勢。唔好再用30年前嘅眼光去睇今日嘅世界。呢個世界變咗，而且變速係快到你唔信。以前我哋話北上係去冒險，而家北上可能係好多人嘅救命草。我唔係想吹捧邊度好，邊度唔好，我只係想話俾大家知，現實就係咁殘酷。香港，如果你仲係以前嗰個香港，我哋一定會留低。但係如果香港變咗一個只係識吸血嘅地方，咁大家選擇走開，其實都係人之常情。希望喺未來嘅5年、10年，我哋可以見到一個唔一樣嘅香港，一個可以令到大家唔使再逃難，可以開開心心、安居樂業嘅香港。但係喺呢一日嚟到之前，我哋每個人都要學識點樣喺呢個揾錢地獄入面求生。今日我講咗咁多，其實都係心入面嘅一啲感慨。風水輪流轉係自然規律，但係人嘅努力同選擇先係決定命運嘅關鍵。大家點睇呢？你係咪嗰130萬人入面嘅其中一個？你覺得而家嘅香港
仲係唔係你心目中嗰個家？大家或者會覺得我講得好悲觀，但係如果我哋唔肯正視問題，問題係唔會消失嘅。你睇下而家啲商場，夜晚8、9點就已經冷冷清清，以前嗰種午夜城嘅感覺去咗邊？以前我哋引以為傲嘅效率同便利，而家喺手機入面前好似顯得好老土。我哋要承認，人哋進步得快，而我哋行得慢。呢個唔係面子問題，呢個係生存問題。甚至乎，我哋可以講下啲細節。你喺香港睇醫生，公立醫院要排期排幾年，私家醫生睇一次正加埋藥費分鐘要成1000幾百蚊。但在深圳，而家好多香港人都會上去睇牙、做體檢，甚至係做一啲小手術。點解？因為嗰邊嘅設備已經係最新嘅，而價錢只係香港嘅1/3，甚至連醫療保險而家都開始支援大灣區嘅醫療機構。當最基本嘅醫療需求都要去第二度解決嘅時候，你話香港人嘅安全感仲剩返幾多？再講下住嘅問題。香港嘅樓市雖然呢2年有所調整，但係對於大部分年輕人嚟講，依然係天價。以前我哋話安居樂業，而家係無居可安。如果你買層樓，你要做30年嘅樓奴，你人生最精華嘅時間都係喺度幫銀行打工。如果你唔買樓，你就要忍受不斷加租嘅痛苦，隨時俾人趕走。喺呢種環境之下，人點會有長遠嘅打算？點會敢去創業，敢去發夢？大家嘅諗法都變得好短視，只想住點樣賺快錢，點樣喺呢個壓抑嘅環境入面揾到一絲喘息嘅空間。所以嗰130萬人北上，其實係一種生理反應，係一種尋求平衡嘅本能。當一邊嘅壓力大到爆，自然就會流向另一邊壓力細啲嘅地方。呢個係物理定律，亦都係社會定律。我哋唔應該去怪責呢啲北上嘅人，反而要諗下點解香港留唔住呢啲人嘅心。我記得細個嗰陣，老一輩嘅人成日話香港係福地，只要肯捱，就一定有出頭天。呢句說話喺70年代、80年代，甚至係90年代初都係啱嘅，因為嗰陣時社會有流動性，機會周圍都係。但係而家社會階層已經固化咗。你肯捱？有好多人每日打2份工，捱足16個鐘，佢哋有出頭天咩？佢哋只係勉強維持到唔餓死咋。以前我哋笑內地人係大鄉里，而家係我哋去到深圳覺得自己好似大鄉里咁。見到人哋無人駕駛嘅巴士，見到人哋完全自動化嘅餐廳，見到人哋周圍都係綠化同公園，我哋心入面嗰種落差感，真係唔係3言2語可以形容得到。我哋香港人曾經係最好勝嘅，但係而家好多人已經開始認輸，或者話係開始認清現實。香港要復興，絕對唔係靠幾句口號，或者係搞幾場煙花，整幾個夜市就得。最根本嘅問題係要打破利益壟斷，要將生活成本降落嚟，要俾年輕人睇到希望。如果一個城市連佢最優秀嘅人才都想逃離，連佢最勤奮嘅市民都覺得喺度生活係一種折磨，咁呢個城市嘅未來喺邊度？我諗返起30年前，我哋睇住上海灘，覺得香港就係嗰個充滿傳奇同機遇嘅地方。今日傳奇依然喺度，但係主角好似已經換咗人。風水輪流轉，呢句說話聽落好無奈，但係亦都提醒我哋，無一個優勢係永久嘅。香港人曾經創造過奇蹟，係因為我哋冇包袱，我哋敢拼。但係而家我哋嘅包袱太重啦。呢個包袱係高樓價，係舊思維，係對過去輝煌嘅過分依戀。如果你問我，香港係咪真係變咗揾錢地獄？我會話，如果你係既得利益者，呢度依然係天堂。但係如果你係一個普通嘅打工仔，一個想靠自己雙手去改善生活嘅普通人，呢度嘅難度係數真係已經去到地獄級。呢個就係點解大家要北上嘅真相。我哋唔係去逃難，我哋係去尋找生活。講咗咁耐，其實我最想同大家講嘅係，無論環境點變，
我哋香港人嗰種靈活變通嘅特質唔可以丟。既然風水轉走咗，我哋就去揾風水更好嘅地方，或者我哋就自己動手，將呢度嘅風水重新轉返嚟。雖然呢條路好難行，但係我哋香港人最叻嘅唔係就係化腐朽為神奇咩？喺呢個2026年嘅時空，我哋企喺一個歷史嘅轉捩點，嗰130萬人嘅腳步聲，其實係一個時代嘅回響。佢話俾我哋聽，舊嘅嗰套已經行唔通啦，新嘅局面正喺度形成。你係選擇喺地獄度繼續沉淪，定係選擇跳出嚟，揾返屬於你自己嘅嗰片天空？我諗每個人心入面都有一個答案。我只係希望下次我哋再講起風水輪流轉呢5個字嘅時候，係我哋帶住笑容講緊我哋點樣重新企返起身，而唔係帶住唏噓講緊我哋點樣失去咗一個時代。大家要記住，錢係揾唔晒嘅，但係生活係你自己嘅。如果喺呢度揾錢係要以犧牲生活、犧牲尊嚴、犧牲快樂做代價，咁呢啲錢真係值得我哋去拼命咩？呢個問題留返俾大家慢慢去思考。今日就同大家傾到呢度，希望大家喺呢個變幻莫測嘅時代入面，都能夠揾到屬於自己嘅生存之道。無論你喺香港定係喺內地，最緊要係生活得有溫度、有希望。我哋每個人都係呢段歷史嘅見證者，亦都係參與者。嗰130萬人嘅選擇唔係一個終結，而係一個新篇章嘅開始。或者有一日，當香港重新揾返自己嘅靈魂，啲人又會好似30年前咁重新湧返嚟。但係喺嗰一日嚟到之前，我哋都要好好保重，好好生活。真相雖然殘酷，但係只有睇清楚真相，我哋先至有勇氣行落去。香港加油，香港人更加要加油。無論世界點樣轉，我哋都要做嗰個掌握自己命運嘅人，唔好俾環境打敗，要喺環境入面揾到新嘅機會。呢個先至係真正嘅香港精神。